讲俗语，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红衣顺话尾，假当害正人”。这意思是假借神明的名义，害人误信，造成伤害还是损失。传统平埔族的这个部落内面，拢有一个女祭司叫做红姨，伊负责平埔族祭拜仪式，甲大小人疾病治疗。平埔族的人真依赖这个红姨，无论讲是驱邪消灾、治疗病痛，还是讲问事业、姻缘、运道等等，一般拢去请教红姨。啊，这个当机是伫民间的信仰中，神明降价指示真重要的角色，是神明甲人沟通的桥梁。有真侪信众拄着无法度解决的问题，会去拜拜找当机，希望讲透过当机协助，得到神明的指引。啊，这个红姨甲当机，若是讲无正派，就会害到信众。所以我提醒乡亲，千万唔通迷信。今日讲的俗语是“红姨顺话尾，假当害正人”。